伫咧新竹市，就一间庙寺过年期间收到350万现金，说是真烦恼讲过年期间银行无开，这钱要寄倒位去咧？落尾想着讲派出所会当甲你斗3工。民众诚心拜拜，过年时阵真侪庙寺提供点灯甲安太岁的服务，嘛加添袂少油香。不过过年期间银行无营业，庙内底放遮侪现金，难免有安全的顾虑。庙方只好拜托警察斗3工，甲钱暂时寄伫派出所保管。钱比较多，当然是警察局派比较安全啦，而且成龙会比较多钱放庙宇，总是为安全起见啦。万一被抢了，或者是掉了，那怎么办？门一间搁一间甲拍开，要入去到上内底称还是真无简单。甲底大笔现金的纸箩啊，放伫内底锁起来，算讲是规间派出所内底上安全的所在。给民众一个方便，帮他们暂时保管这些香油钱，于是我们就也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处所，来对这个现金来做一个暂时保管的动作，等到那个我们银行上班的时候，再将这些钱那个护送到他们指定的一个银行。派出所出借平常时放称机的所在，保护350万的香油钱，对初一保管到初5，等到银行开门，警方再搁合作庙方，把这钱送摕来银行寄，嘛有信众甲庙方加较放心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